歡迎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嘅係朝鮮半島嘅局勢。呢個繞場度嘅特別來賓係台灣智庫國際部的主任董思齊，董主任，主持人您好。主持人還有聚焦國際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老師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一起來關心現在朝鮮半島南邊有南邊的這個要關心的事情，他們要大選，然後北韓是不是可能會引起新一波的這個緊張？我們下半場持續來討論。首先，我們看到昨天在這個韓國舉行的5月9號總統大選5次辯論的第一次辯論。那在剛好這個時間點，我看到一個最新公布的民調，讓大家覺得有一點好奇的是，原本我們以為好像這個共同民主黨的這個文在寅，他的聲勢是遙遙領先，然後怎麼在要這個邁入倒數1個月的時候，安哲秀急起直追，甚至曾經超越過文在寅，是最近這幾天發生的局勢造成這樣的變化嗎？還是有什麼事件讓兩個人開始出現這樣，好像這個非常你領先一下，我領一下，非常競爭的一個態勢？好的，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一次的韓國總統的這個民調哈，大選前的民調一直以來都是文在寅在領先的狀況，而且領先幅度都不小。那為什麼接下來最近會突然之間變成好像跟安哲秀之間陌上陌下，然後安哲秀甚至在某些民調之中變成領先哦？那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狀況就是在過去是有更多的候選人一起來做民調來排序，那現在候選人已經降到只剩下5位主要的候選人。那在某一些民調之中，安哲秀之所以領先的原因，是因為民調在做調查的時候是以兩對決的狀況，在兩對決的狀況之下，反而讓安哲秀能夠領先。那這中間呢，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微妙的變化哈。這一個狀況的出現，大概是在上一周，大概在4月4號，在各政黨的候選人出現之後，韓國的保守派媒體就開始在操作一種方式，就是希望能夠中間與保守派的大整合，來阻止文在寅當選。對 bandwagon effect， 花車效應要來了。沒錯。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這個狀況之下呢，已經有不少的這種保守派的媒體，他們在主張，就是說，在接下來的韓國總統大選之中，為了不要讓這個過分親近北韓的這一個共同民主黨的文在寅當選總統，那因為這樣子會危害到韓國的國家安全，所以說，那是不是保守派跟這個中間派比較有利的總統候選人要整合在一起，整合起來之後才有可能會贏得這個總統選舉，阻止文在寅的上台。那所以在這個氛圍之下，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報社以及一些這個媒體，他們開始在做一些民調，那刻意就是要擺上兩對決的狀況。但是我們也知道說，實際的狀況你真正在選舉的時候，除非是說你這個現在執政黨的自由韓國黨，以及保守派的另外一個政黨正確的政黨，那這兩個政黨他們不派出自己的候選人，要不然的話這樣子的這個1對1的對決的狀況其實是不會出現。我們這樣子看哈，某種程度上，這像是一場對韓國選民來講有一點突如其來的選舉，畢竟它不是在既定的選舉期程上。那這場選舉它的重要性是什麼？那現在在倒數1個月了，主導大選的主要議題又是什麼？好的，那主導這一次的選舉呢，突如其來，但是雖然是說提早的早期選舉在韓國現在叫做早期大選。對，那這個早期的選舉雖然是時間來的比較早一點，但是大家其實已經有一些心理準備了。那這心理準備大概從去年11、2月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慢慢的各黨就已經開始在準備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來參選。那事實上已經做了一個還算蠻長時間的準備了。那選民到底關心哪些議題呢？我們從2012年的這個選舉大選之前的民調跟最近的民調我們可以發現有個趨勢事實上任何的國內的選舉總統選舉那其實最重要都是國內的經濟民生問題。所以在上一屆的這個2012年的選舉之前所做的民調韓國民眾最關心的是安定物價，然後減少兩極化的問題，這些議題其實跟經濟有關。那對於這個所謂的外交議題，或者是說對北韓議題的重視程度，其實並沒有那麼高。但是這一次的狀況其實也跟上一次差不多，但是它多了一個變相，那個變相就是說，現在新上台的這個政府是要杜絕貪污腐弊，然後並且要解決這個財閥這個政經這個預著，就是政商勾結的這個問題，然後接下來還是跟過去一樣。
包括就业问题，包括两极化问题。所以在国内选举里面，选民最关心的议题基本上还是经济民生的议题。但这一次的大选的走向跟过去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过去的大选，韩国的大选主要就是所谓的进步派、自由派跟保守派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对决。那这个对决其实他们会提出的主张都是蛮固定的，所以左右是很鲜明的，左右是鲜明的，并且一个是主张这个所谓的进步派或者自由派主张的，当然就是要比较公平的分配。那保守派主张的就是我们成长优先。但是这一次呢，由于保守派的候选人基本上的声势都比较低，所以大家都心里中已经有预期了，就是说主要是由这一个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偏自由派的候选人当选的状况之下，那反而最近的关于安全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对，老师。这个状况后，假设我们这样来看，两位目前领先的候选人，一个被称为这个卢武铉的接班人，那文在寅他以往大家对他的认识，反而是您刚才提到，可能韩国选民现在不是这么关心，就是他的父母是脱北者的身份，以及他对北韩的阳光政策。他之前还讲说，如果他当选，他要到平壤去，他也讲过这样的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比尔盖茨、安哲秀这个防毒大亨，他这个大老板，那就民生跟经济政策两个候选人在提出来的这个政见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吗？那他们两个所主打的又是什么？好的，那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因为韩国正式的总统的这个大选是要到下周4月17号开始开跑吧，那所以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这个开始之前的一些准备，所以对，而且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时间比较短的状况之下，事实上各候选人的政策都还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突出来出现哈。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是说，对于这两位候选人，对他们长期以来的话，那事实上这一个文在寅就是比较我们一般所讲到的比较进步派的观点，那他希望能够更重视劳工，并且希望能够更重视这所谓的这个经济民主化的这个议题哈。那安哲秀的话，那除了在经济民主化的部分的话，他也会更多希望能够去开发一些新创事业，然后鼓励年轻人创业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都可以预期到的哈。但是这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路线呢，一直以来就被人家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文在寅他被认为是所谓的卢武铉的接班人，那卢武铉是谁的接班人？他是金大中的接班人，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跟北韩会比较采取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被预期是这样啊。但是他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在这个昨天的这个电视辩论，以及他在最近所接受的访问，包括韩国文化日报跟他的访谈之中，都已经提出了，事实上这个对美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他有在调整的。是。那这个调整的原因我们有这个分析指出就是说，因为现在韩国的政治的走向之中呢，慢慢的有一种想法，有一种说法出现，也就是说经济是可以进步的，但是安全的方面还是要保守，所以说你还是要很重视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趋向就是说文在寅他慢慢的调整他的对北政策。那事实上他在针对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去访问北韩的时候，他反而问人家说难道你有机会不会去访问吗？那另外一点是说，他也强调他自己会主动的跟这个美国总统去这个联络沟通讯息，所以代表他有调整。他要说叫他不可以开战。是，那当然是在现在对于每一个韩国的总统候选人来讲，在韩半岛的任何的战争战役的发生都是不希望的所以说大家都是这样子。那安哲秀的话的方式的话，就跟他有点不大一样那安哲秀他当然主要是以这个进步，也是在经济上面呢讲了很多跟提升经济有关的。那他也自诩为自己为是一个进步派，但是他在于萨德跟安全的立场上面呢，一直被视为不只是中间，而且是稍微偏右，就是稍微保守的。也就是说，他对于萨德进入韩国这个部分呢，是比文在寅还要更早认为这是应该的。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对于一个中间的这个比较自认为自己是属于中间派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希望能够争取到他的右边的这一个选民，因为我们现在认为现在是两边的左的对决嘛，但事实上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左就是安哲秀他其实是在某一个程度上面
面是被重视这个经济成长、重视安全的保守派选民认为还比较可以接受的状况之下，那他的路线当然也就牵引到了他的主要竞争者文在寅的路线。从朴正熙到朴槿惠，然后韩国的历史我们摊开来看。这个家族政治，以及后来跟包括你看这一次在朴槿惠的这个事件当中被拉下来的三星，财阀跟政治这么紧密的连结，一直是为外界所诟病的。是，所以在这一场大选之后，不论是文在寅还是安哲秀当选，是否对于这两个韩国历史的沉疴、政治里面的沉疴，都能够有大幅度的摆脱切割？好的，那事实上在韩国的这个家族政治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样的明显那在台湾的状况跟韩国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地方，是因为我们地方选举是先行的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大选，包括这个国会议员跟立法委员跟这总统是比较晚开始，但我们地方自治一直在运行。那韩国反过来，他们是有上层的选举，但地方自治很晚才开始。所以在台湾呢，我们的家族政治其实事实上是比韩国那边还要更兴盛一点，从地方开始那所以朴槿惠这一次总统下台之后呢，他因为弹劾案件下台之后呢，韩国的这种家族政治基本上是很难再起，很难再兴但是我们又看到说，这个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希望能够解决的是所谓的财阀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经之间过分的融合在一起。那常常有一些经济上的投资行为，考虑到的并不是经济的目的和诱因，而是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说，政党或者是说这个政治人物。总统希望这个财阀如何去帮忙去这个加入这个政府的一些计划的时候，财阀通常是就会答应，而且他不会去考虑到说，这个后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经济上的损害那这样政经的焦灼的状况之下，在接下来总统当选之后，会有一些程度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并不是说就从此没有了。那会改变的一个最大原因是李在镕的例子，大家历历在目，难不成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一课、很好的教训吗？那我想应该比较重要的重点是那各位可以看到说，李在镕的被这个收押之后，韩国三星的这个股价反而逆势上升是，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利空出尽，那就大家都觉得说接下来不会更差了那谷底都过去了。对，那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新任韩国总统上台之后，这个状况会稍微改变稍微改变的原因，就跟当年的金大中跟卢武铉总统上台之后，跟财阀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有点不一样，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进步派的总统的候选人，基本上他们跟财阀之间的关联性，不像是保守派的总统的候选人或是保守派，他们跟财阀之间的关联性那么的紧密，所以等到他们上台之后，跟财阀之间本来互动就不是那么的紧密之后，他当然会跟过去的朴槿惠总统或李明博总统时期的这个政商关系会有产生一些不同的状况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卢武铉总统的时候，他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小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所谓政治献金案，陷入到这个贪污的这样子的这个罪名之中嘛。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那即便不是这个财阀的政治，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商业或是金钱的关系影响到韩国政治？那事实上，接下来的话状况会更加的比较不大可能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朴槿惠总统的被弹劾的事件，其实对韩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那所以说，在这个震撼之后，事实上对于这些公职人员的清白度，以及对于他们政治现金的这个规范会更加的严格，也会更加的透明。但是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政商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改变，但是以财阀为主导的韩国经济要改变，事实上是并没有那么容易。OK， 我们先谢谢主任，上半场先到这边。你下半场来关心是美国的卡尼温森坡航空母舰年代时的波斯湾在天天风里头转到朝鲜半岛的方向内，你就可能会爆发进一步的冲突。先了解下，你慢慢上来。翻转到讨论的现场，如果朝鲜半岛的局势除了韩国的嫌疑，但是朝鲜半岛北边的战争，你看到习近平老川普明明讲见过面，不过一转到中国，川普就打电话习近平，我讲的是了朝鲜半岛
曲折變化有關，到底有可能會爆發戰爭嗎？其實都關心。我們剛才跟觀眾簡單介紹，就是明明這個川習會才剛結束，那川普又在習近平回到中國之後，馬上又打電話給他，再加上我們看到前2天原本這個要去波斯灣的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居然轉向了。是。這麼多的跡象，是不是都是一種表態，讓大家不得不有一點擔心？難不成真的要站雲起了嗎？是，那這個狀況跟過去的狀況完全相反哦。那過去的狀況是由北韓不斷的升高這個局勢，然後播到戰爭邊緣，然後讓大家上談判桌之後，然後給北韓要的。是。現在我們看起來好像反過來，就是美國不斷的把情勢升高到一段狀況之後，來看你北韓會不會做哪些事情哦。那所以現在大家當然都是非常的擔心，說在東北亞的局勢上面會不會出現一個爆發突然起來的戰爭？那特別是我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美國懲罰其他國家的一些戰爭的行為嘛。之前的敘利亞，以及今天早上我們看到這個在阿富汗，所以這樣的跡象讓我們不得不也跟着緊張。其實東北亞好像跟以往相較，老師剛才在跟我聊天的時候講到有這個4月份好像比較容易爆發一些可能的戰事，那不知道這樣的論點是來自於？那韓國的方面的話，事實上幾乎在過去幾年的4月之間，2013、14年的時候那常常都會在4月的時候就爆發出所謂的危機論4月的戰爭危機論。那為什麼會認為說4月比較容易會有這個戰爭的爆發？那主要也是因為4月對於北韓來講有2個重要的節日嘛，4月15號的太陽節對，然後還有包括4月25號的建軍節那在這個重大的節日的時候，北韓常常會做一些武力的展示，或者是說做一些他們現在能夠給人民展示的東西嘛，那所以都預期在大概在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嚴重的一些事態爆發呢，包括可能會有這個長程導彈的試射，然後包括這個核子的試爆，甚至說會不會有一些比較零星的衝突發生嘛？那這些的狀況就會讓這個區域就更加的緊張。好，那另外一點也是北韓的這個狀況也是這樣到天寒地凍然後我們從這個去年的11月一直到現在為止，北韓的這個天氣還是非常的嚴寒嘛。是。那對於一個長期嚴寒，那終於要開始可以做所謂的這個耕種行為的這一個國家來講，它要如何維持它的士氣，並且讓它的民生，讓它的國民能夠更加有士氣，在4月會變成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狀況，因為4月之後5月開始就要開始耕種開始來做一些農作物了。那所以對這個國家來講，4月對北韓來講，4月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就很多人就會預期說，那北韓的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他會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做一些事情？那所以，因為這個事情一旦做出來之後，加上最近的這個川普總統，他對於這個海外的這個軍事行動，不像是以前奧巴馬總統一樣的考慮，說會比較稍微多一點。那對於這個北韓的這個戰略性的忍耐，已經決定了不再忍耐下去。所以很多的這個朝鮮半島、韓半島的專家、軍事專家都認為說，最近很有可能會爆發這樣的軍事的衝突和危機。老師剛才講到2個重點哈，第一個我想要來聊一下，就是川普最近這幾個舉動，其實顯然的他已經不但跨過自己的國會，雖然國會是他們共和黨這個參眾兩院都在他的手上，他也不管聯合國，也沒有在講不好聽點，也沒有在理國際法的約束。比方敘利亞的例子，那讓大家會想說，會不會北韓真的讓這個美國會出手？可是在這2天的這個發展上，我們也看到，在川習的對話當中，他發了一個 Twitter， 他說中國能幫忙當然很好，然後他跟這個習近平也談得很愉快，這個他講很 productive， 就是好像有很多的收穫。所以北韓是不是能夠就是不要讓美國出手的關鍵，反而不是北韓跟美國，而是中國？那中國能夠做到什麼程度？讓美國也滿意，然後讓北韓也能接受，真的關鍵就是習近平嗎？我認為這個中國的這個出不出手，以及他做哪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會不會讓美國去發動一些軍事上的懲罰行動的關鍵點在於說北韓的行動。那北韓只要不做2個行動，那基本上在區域之間的安全就稍微不會那樣的緊張哈。哪2個行動？第一個就是核子試爆，第6次核子試爆，因為核子試爆已經川普已經說過那我希望不要再有這樣的狀況了嘛。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再出現的話，那有
损美国的总统的尊严嘛？那他会做什么状况，我们就可想而知。那第二个是长程导弹的这个洲际飞弹的试射。那美国一直现在非常注意的一点是说北韩是不是有这个真的这种长程导弹能够穿越到大气层，然后在大气层再降落到这个美国的西岸的这样的能力？那对于这样的能力，要预先的遏止，就是最近我们所听到所谓的先发制击的这样子一个说法的出现哦。那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他比较在意的是，北韩是不是他已经开始意图去增加他能够实质攻击美国的能力、本土的能力。如果美韩最近又做出这样的行动的时候，那他很有可能就会试图在这个试射的过程中进行拦截。过去是没有给他进行拦截，或是说进行任何的这个阻止，反正你就试射飞弹之后，我就看你成功或不成功来研判你会做到什么程度嘛。但是如果说这一次再用这样的长程导弹试射，很有可能会有邻近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或者是说这个邻近的这些战斗区来直接做一个拦截的动作。那这样的做法出现之后，很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这个区域的局势又更加的提升。所以关键点在于说，北韩要不要做这两个动作？那可是北韩不做这两个动作，那它又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说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去阻止北韩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即便中国已经加入了这个经济的制裁，对，那事实上它也加入了对于这个也宣布了要对于北韩的煤炭的禁运。但我们都知道对于这个北韩这个国家，尤其是它现在还是这么天寒地冻的国家，能源最重要。所以说，输往这个朝鲜半岛、输往北韩的能源，是不是这个原油把它断掉，将会决定了北韩这个国家的命脉。那所以中国的确是可以做这些事情，断了它会不会反而恼羞成怒了？连你中国都跟我站在不同一边。那这当然，如果说是要用军事的方式去解决，究竟断了是和还是战？对北韩而言，他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不断的把局势升高嘛。那有点像是说，这个我们在赛局理论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胆小鬼的赛局嘛，看谁最后怕了，然后停了下来啊。那就目前来看的话，各方都自信满满，然后都觉得说自己这样下去自己的主张还有自己的能力是可以用来反制对方的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金正恩对于这个对于美国轰炸叙利亚的行为，也指出这是侵略的行为，然后认为这是不对的，那试图也要拉拢这个他的邻国俄罗斯，那甚至还有这个中国的支持嘛，所以各方现在在喊话，不断的把局势升高，那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机会台阶来下台，来大家来谈一谈。那只是过去会是要找个台阶下台，但是现在是需要找个台阶让大家登上谈判桌。所以接下来比较重要的这个发展的状况就是说，那接下来针对这个韩半岛上面的局势、北韩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谈？由多少个国家一起来谈来解决这件事情？老师刚才讲到时间点了，除了4月15跟25两个关键的日子之外，我不晓得跟我们上半场讨论，现在韩国正在进行大选，5月9号之前这一段。韩国政局某种程度的真空状态，是不是也会让北韩在看待这件事情采取不一样的策略？那关于这一个北韩现在这个作为对于这个韩国总统的选举那如果说对于北韩的利益来讲的话，那事实上在这段时间之内应该不要引发任何的争议。那对于接下来的南韩总统会比较是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能够成为南韩总统，那因为一旦是有一个所谓的战争行为，如果只考虑到南韩的选举的结果的话，那你稍微强硬的战争行为，那就是让接下来比较愿意去跟北韩谈的文在寅没办法当选嘛。对于北韩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愿意跟他合作，而且并且是比较能够希望能够跟这个美国有一点距离，然后跟这个北韩能够更靠近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北韩比较所希望的所以对于北韩的利益来讲，如果说为了要影响这个韩国的总统选举的话，他其实是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但现在他所考虑的已经不是在韩半岛的状况上面了，而考虑到的是
北韩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北韩跟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特别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北韩跟朝鲜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又非得要做一些比较强硬的作为。那他也不能说在这个美国的抗议之下，或是中国的抗议，航空母舰过来之后，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啊，那就变得屈服。所以对于这个赛局来讲的话，他考虑的面向有很多层面，所以。或许他到最后会做的是一种比较传统武力的展示，那例如像是火炮的射击，那像我们之前也有印象，各位也可能有印象到就是在过去几年之间，包括延坪岛的这个射击，包括这一个天安舰的事件，那这些都不是所谓的洲际飞弹或者是核弹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这个传统性的一个。它光火炮就可以打到首尔了吧？哎，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事情上面，我们大家现在都有一个网络上面都有一个笑话嘛，就是各国如果说谁惹他要干嘛嘛？所以北韩只要有谁惹北韩，北韩就打南韩嘛。因为打南韩是最简单、最方便，而且非常的简易，而且它不需要动用到非常高的科技的武器。所以现在的状况大致上来讲，北韩它有它自己的考量。但是如果说我们讲北韩、讲中国、讲美国是 player 这个赛局的 player。旁边包括我们算旁观者嘛？那我们怎么看待现在正在进行式的这个赛局？那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特别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其他各国在协商的过程之中，台湾的利益会不会被？